拍开房间会当看到红色的抱枕，眠床顶面是红色的山滩面巾，顶上的画嘛以景点结合红球为创作，予人满满的红球风。内面也阁设计2款小游戏，一个是拿球机，朋友之间会当比赛，地上的红球先投了；另外一个是甲红色的乒乓投入去红球现身的在景点内面，相当有卡斯。我觉得还蛮适合，就是亲子朋友一起来住的。设计全部都是跟红球有关的，小到玩具啊、赠品都是。然后沙发抱枕也蛮可爱的。客人入住主题房，不仅可以带走红球的周边商品，还可以有专属调饮可以喝。目前询问非常热烈，那目前我们已经接到近10笔的订房。红球计划今年第1摆来到台南，为3月29号开始，连续展出10天的时间，地点嘛拢陆续公布，有接管亭、永乐市场、台南公园、新光大厦未来馆、安平国宝、台南美术馆2馆、和乐广场、新华街夜场、地客公园以及大南门城。今麦都陆续10个点拢已经公布了啦，这个当然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很期待，红球是重点，但其实红球所在的环境嘛是重点。展期嘛拄好拄着连假，经营酒店除了主题房之外，还佫推出红球餐饮兼地点，同时配合活动举办开幕派对，要来带动一波红球商机。台南新闻所在采访报道。